有了台南市政府甲农业部渔业署以及台南区议会共同推广的台南鹅，推出产地品牌标章。14号上午，伫台南福尔摩沙酒店举办台南鹅品牌标章的发表会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立委林俊宪，甲着农业部长陈俊基、区议会代表拢到场共同来见证。台南鹅上好食，赞温情不来吃，品质有保证，完成上完成见。政府渔民斗阵行，需要大家来相挺。台南鹅上市，台南鹅上赞。鹅啊，你若无恰字啊，你较会知影对鹅啊，所以你建立这个品牌，用这个品牌建立消费者的信心，变做足重要的。因此呢，感谢各位渔民大家努力，互咱的鹅的品牌会当吼，即摆头拄仔就参与渔民所讲，阮家己饲鹅，家己挂保证，阮有证，这就是上介好的这个品质保证的表现。怎么样来让我们的鹅啊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更清楚？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产地端的品牌，你要有品牌才能够让消费者知道，他吃到的是台湾的鹅啊，那他吃到的是台南的鹅啊，特别是台南的鹅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风味。那第二个部分是后端的行销，其实也是结合我们前端的，所以我们在品牌的鹅啊里面，其实我们带了一些所谓的产销履历，或者是追溯的一个系统，就是让消费者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标章，就有它的一个品质保障。市府推动传统的饲鹅产业的转型，甲着消费市场的区隔。伫今年发行台南鹅产地品牌的标章，现场嘛有5位鹅农，早来搭配溯源的条码，或者是产销履历新鲜的鹅啊，并且搭配4间餐饮的业者，推出无同风味的鹅啊料理。筋冻的手法，就是把壳然后用茶鱼高汤做成一个金球的样子，看起来很讨喜，然后吃在嘴巴里面它会融化会爆开这样。那海鲜呢跟茶鱼高汤本来就是非常的搭配，那我们把两种形态的食材跟料理合在一起，然后呈现出一个壳的一个生态。那它下面有垫一些珊瑚的石头啊、壳壳啊、漂流木，然后衍生出一个鹅啊的再生环境。近年来因为极端气候，加上进口鹅啊冲击，立委林俊宪表示，10年来鹅啊进口对过去无到60吨，到目前4000吨，成长了将近70倍。希望台南鹅的产地品牌标章会用方便国人来辨识产地来源，进一步提升商品品牌的价值，增加渔民的收益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